伫这个台南英民阿伯见证，即台要协助因就医交通的富康巴士，伫议员郑志杰看线14号正式将捐赠者曾善全的爱心来捐予台南英民之家。根据了解，即台富康巴士的号名玉安号，就是因为长期住伫美国的小党里理人杨玉安日前破病过身，伊翁婿为了感念伫台湾就医期间医护人员的辛劳，所以才兴起捐予迫切需求的英民，场面相当温馨。在他生病的时候呢，得到不少医护人员的照顾跟帮忙，所以我才捐赠这台巴士帮助大家，谢谢。庄先生因为他的妻子在不久前刚因为生病过世了，那突然他从心里想要发起这个心愿，希望他的太太呢，可以遗爱人间。那所以呢，他就萌起了这个捐赠这个富康巴士的念头。会中体育会嘛颁发阳光专业奖奖予曾善，感谢伊的大爱甲贡献。原本台南英民之家也半信半疑，认为社会无景气，也有人会捐车，所以对着曾善善行，只有感激再感激。很多伯伯都需要这个车啊，阿姨们都需要这个车啊，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啊！谢谢庄大哥哦，我们的捐赠的庄大哥。目前台南英民之家有300多位英民，预计伫明年6月底完成搬迁，所以入去陈医生就来到场见证捐赠者爱心，嘛积极争取对英民的照顾。今天我们看到能够来增加我们荣家的相关的设备啊，未来呢我们也有荣院的提升计划。那我希望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台南地区的这些荣民也好或者说是年纪大的长者也好，都能有更好的照顾。曾善用上实际行动来回馈伊所成长的故乡，嘛借此予伊的太太遗爱人间。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